来看台中市的环保局开发一款粪扫车动态的 App， 也毋过有民众就发现讲是真无准哦，嘛向民代来反映。市政府是表示讲，粪扫车会受到粪扫的量、佮路况、车流量的影响哦，所以会有万分的情况，未来会继续来改善。粪扫车一到，民众赶着大包细包的粪扫绿车，为了避免慢一脚步，台中市环保局2014年开发一款台中粪扫清运大车队 App， 方便民众掌握粪扫车及时的动态。强调了粪扫车哪亲像掠宝可梦，但是民代接到反映，实际使用粪扫车动态并无及时的翻新，常常拢爱等真久。它 APP 上面显示的时间跟那个 GPS 的定位啊，其实不太准确。所以民众会空等，或者到了现场找不到车子。目前有30万人下载使用这款 App， 会使查询清运的时间，伫咧地图查看粪扫车伫咧倒位，也会使独立定位，自行来设定清运9点推报。但是有民众伫咧评论区批评，粪扫车比标定的时间提早，或者是延迟到位 ，App 刷油源显示准时，和相关的服务有干啊无。台中市环保局是表示，清运到站的时间受到假期、车流量、甲粪扫量等无确定的因素影响。国定假日或连假收假后，民众排出之垃圾量大增，致垃圾车收运的状况有所延迟，以致系统在时间上预估有不确定性。环保局后续将研议时间上再班表做调整。包括春节其他的年假风太过了后，粪扫量拢会较侪 ，GPS 信号回传的时间也有可能出现误差，拢会影响到 App 系统。后续会来检讨清运路线甲时间，优化 App， 让粪扫车到站的时间更加斟酌。记者台中报道。